爱家在，凤凤的屁股，也是阿爸。阿妹，你看，哎呦，冬至到闹严班，太叔细数闹严严。11粒太一岁，是黑严班好过年。淑珍啊，唔通爱去市场街，搭2斤糯米回来。妈妈同爸爸一年出去耶，去新竹嘅阿姨屋卡。妈妈同原班的做好诶，你哋先生好冇？做好诶哦，安香哦。没想会是原班的哟。哎呦，做唔得，唔会讲多啦。哦，咩位条假发现呢？我记得哦，头摆嘅原班呢，唔咩安尼咪事呢。我个好是条妹。爱在。我嚟去看啦。咩位条假？唔睇地背做乜嘅？當時路放下來耶。廿幾年，鬼窗睇哪看過呢？我冇用的啦，像迄条都阮阿爸妈的。阿叔做乜嘅會忙咯？我同阿爸講，我個想是研班，咩個想阿妹。
阿爸疼到手麻硬，也下也未出无吹的，还是嘛给演班的喏。咦，后真呢？你有糖多无啊？哎，你做乜掂下嚟呢？后真呢？你看几片呢？阿叔做乜给味道盐班的摕给天哦？我食盐班的最简单啦，美味食堂，冬至盐班的太油太。那一种单的人美味食堂，就做的是唔是钱的哟。是唔是钱哦？头摆冬至的时节，路途也未强下诺盐班呢。我实在过想再试一问也未做为盐班的哟。呀，几简单呐！我同讲，像我有吃的生的简单吼，就有可能再见到娘妹哟。哦，错！吃的是个鸡蛋。睇那呀？然后就会将每位厨师吞天数诶。尤其下摆，我同后真的吼，上去寻吃的生的鸡蛋。我等紧寻，还是寻唔到路，就放弃诶。嗰下吼，每位厨师又同我等讲，係因為我的阿妹同後真的阿妹無留辦好書面，幫我哋做紀念。故說我無法度再同伊見面。所以呢呀，我阿妹又留乜嘅東西不冇，丈夫還係前路做定咯。阿妹愛過生的時節，留本我的書面前。我以此代替成風，我爸同我講，愛數好來，安尼我妹就會保佑我一生日。人家有娘妹的數面前，接下來再請到吃的食的雞蛋，就做得再見到娘妹哟。呀家，佢唱戲呀呢？最奇怪的地方，烏索索的，又是八點影響呢。文娜，可惜，愛聽好哦。鬼暗呢，又連一盞路燈都冇呢。哎呦，放心啦，唔是驚，聽到每位廚師行出錯嘅。每位廚師，戲也冇唔錯呵。這嘢呢，有東西呢？這嘢呢？你看。我妹耶穌面前同廣大過來人呢。好神奇喲！我都冇看過一種錢呢。做得幫我看一下麼？好啊，我拿好哦。數米錢。唔看，開通呢？佢講幾類？萬愛啦！
谁演呢？谁演的啊？谁演的？阿爸，谁演的？唔搞到唔伫遐好贵的咩？阿爸，我无生意，同阿妹耶稣面前做唔见迄个。哦，枪伫遐搞，标论打咩唔中，还照出来了，出差唔参用呢。搞到团务的还唔伫好贵，海外贵的总头就深交的，很多路的无送的，阿爸烦恼啊买死的唔伫无啊。